政府咧就剛剛公布咗咧一幅荃灣嘅住宅用地嘅招標結果咧就係以高出市場上嘅預期，接近呢個25億成交，樓面地價咧係接近5700蚊到一尺。呢幅地咧又係繼屯門政府用地賣得唔錯嘅價錢之後咧，有另一幅地咧政府咧係以一個幾好嘅價錢賣得出嘅。咁反映咗啲乜嘢嘢咧？咁首先呢兩幅地除咗價錢賣得唔錯之外咧，入標嘅標數咧其實都唔錯嘅，都有一定嘅數目喺度。咁反映到咧發展商咧都感覺得到住宅樓市咧已經見底，樓價咧係有機會向上調整。咁當然咧就希望趁而家個樓價都仲係得一個低水嘅時候咧，以一個比較平啲嘅地價咧去補充翻自己嘅土地儲備。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建基於就係話嗰個樓價咧有機會向上升嘅話咧，發展商咧對入市嘅態度咧要轉趨積極，而個價錢咧為咗要希望攞到一個好嘅地皮嘅話咧，都願意比較進取啲嘅心態去入標，唔係好似1年前到個價錢咧都可能以一個低價咧去試下水溫嘅。咁因此嚟講嘅話咧，政府再推出地會流標嘅機會咧就會大大降低。所以我覺得咧，政府應該趁呢個時間咧，就考慮下喺嚟緊嘅季度咧，多推一啲住宅用地出嚟。一方面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向預咗嘅發展商咧，佢可以有機會去投地啦。二來咧，如果賣得好成績嘅話咧，某程度上亦都可以減輕到政府嘅財政壓力。